美梦成真，请曾牧师。咱同心来祈祷。至圣的上帝，阮进入礼拜堂，伫这个所在来敬拜你，专要感谢你。你互阮经历到真多无可能的代志，伫阮的人生中间，真多美妙。使阮嘛为着将来，阮要做梦，阮伫你的面前，用阮的心向你祈祷。自到代代无尽，你通过用那所讲启示的话，少年人要有异象，老人要做梦。阮要看见上帝你所伫头前所定定的计划，也真做阮一生的目标甲愿望。所以这间教会就是伫迷茫中困精神，感受到上帝你伫逼地你会带领的教会。阮相信将来新的一年也要安尼。求天父上帝帮助阮，互阮强读上帝你的话，互阮得到智慧。阮安尼恳求祈祷，我耶稣的圣名，阿门。今仔日我要用这段圣经，甲咱来做三个祈祷。求天父上帝，互咱的囡仔有异象，互咱的教会有希望。兄弟姊妹，人拢需要迷茫。这个题目对咱的教会来讲，毋是新的题目，甚至咱的青年，其实因嘛拢真熟悉一个故事，叫做唐吉诃德的故事。咱拢真熟，嘛真受到鼓励。Dream impossible dream， 去迷茫迄个无可能的梦，这是咱的教会的特色，这是咱教会的特质。今仔日的圣经来讲起做礼拜的重要。伊讲当我进入你的圣所，我未明白的人生的事，忽然伫上帝你的圣殿的内底，我就清楚知影，原来人生是安尼。以前所计较的，今仔日我感觉迄个无重要。以前我所看见的，今仔日我忽然发现，这个真重要。咱的教会是一间什么种的教会？咱的教会拄拄就是咧见证。圣经咧讲，上帝讲，我是旷野开道路，沙漠开江河的上帝。上帝讲，我用丧香的，互富足的见效；我用软弱的，互勇壮的见效；我用愚公的，互智慧的人见效。圣经所咧讲的就是，平凡的人要因为上帝的祝福，伊的生命就得到尊贵。所以丧香的要互勇壮的、富足的见效，意思就是。人本来是一个平凡平庸，但是因为丰盛的上帝的同在，伊的生命要改变。所以今仔日的礼拜也是新年的开始，牧师要邀请咱用新的目睭来做梦。求天父上帝，互咱的少年的囡仔对细汉就开始做面梦，问上帝讲：上帝，我的将来是怎样？也因为咱有祈祷，也因为咱对上帝有敬虔，所以咱相信伫祈祷的中间，上帝要互咱的囡仔因看见异象。异象对人类来讲非常的重要，伊就亲像一个标杆。人若无异象，咱就真困难得到有成就的人生。但是因为咱的父母，因为咱的环境，常常因为关度无够。所以地教，咱人生常常追求迄个为五斗米折腰的代志。咱的父母的限制，咱的环境的限制，常常限制咱对上帝伟大的认捌。亲爱的姊妹，愿圣神帮助咱，因为今仔圣经讲，伫末节的世代，上帝的圣神要管压充满伫咱的中间。
伫末这个世代，上帝要将异象甲民望放伫咱的中间。圣经中间有真侪所在咧讲起意象，意象英语叫做 vision。vision 的意思就是种远见，就是讲你也未拄到的代志，但是你已经有一个好亲像一幅图，忽然出现伫你的脑海的内底。啊！你看到这幅图了后，你就有一个感动，啊！你就相信讲，我的将来是安尼。你若要了解圣经中间咧讲的意象，就简单的 Google 一下 ，Google 什么？我唔知恁有 Google 过维基百科无？圣经内底有一种的查询叫做维基百科。今日恁对了后，牧师要鼓励，因为这个维基百科对异象这字的解说会当帮助牧师伫讲道的时间的限制讲无了。维基百科你若甲输入，也是讲你伫 Google 顶面输入意象，然后伫维基百科迄个所在你甲点开，你就看到圣经中间有偌济故事甲异象有关系。其中一个就是摩西，毋是，就是保罗，伊伫暗时梦起伫梦中有一个马其顿的人来甲伊讲，请你来帮衬我，有无？还有一个故事伫彼得利雅各伫暗时，伊出外行行孤单的时，忽然伫梦中看见天顶有一个楼梯落来，上帝用光对天到地，伊醒起来了，伊忽然伫心中讲：我才知影，原来这个上帝毋是干那伫阮兜尔，这个上帝连我出外伫旷野中间，这个上帝嘛出现互我看。兄弟姊妹，佮刷了维基百科，这应该是圣经的牧师还是学者，因用因的了解，甲写伫维基百科来帮衬人。维基百科来讲，伊讲起异象，人拄着异象的态度有无共款？有个人拒绝迄个异象，有个人看袂到、看轻迄个异象，但是有个人心中接受上帝通过梦还是异象来引出咱。亲爱的姊妹，今仔日我要邀请兄弟姊妹做三个祈祷，特别少年人，牧师要鼓励恁，要做好梦，要做美梦，要做伟大的梦。圣经耶稣讲，成就上帝国甲义，这是人类中间梦真最伟大的开始。当咱望着上帝的同在，成就伊的同在，伊的国甲伊看最重要，然后恁的生命就要真最重要。因为当咱将上帝的事看最宝贝，上帝就用伊的计划来引出咱。伫梦中有遇见，讲方言，讲预言，迄就是讲，伊会当看到将来要发生的代志，伊就讲出来。先知就是这种的人，伊会当看见上帝互伊看见的将来，看见异象，看见希望。第二，伫今仔日的礼拜，牧师要邀请恁用祈祷，因为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恁会记吗？写伫什么所在？箴言第几章第几节，恁可能袂记的，但是你应该知影，这就是箴言内底。你鼓励每一个基督徒，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今仔日咱的诗篇第73篇17节，73篇17节，伊讲：天后我进入上帝圣的所在。我通过圣经，我思想人类的结局是怎样。做礼拜上重要，就是来到主的面前，将人生的道路，将人生的代志，对上帝摆咧讲：主啊，我的人生是怎样？我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上帝日日加添属灵的智慧。拄则我有讲到一句较无礼貌的话，咱的父母的限制，这毋是无礼貌，这是事实。人类无有一个人是完全的，对吧？无论咱的父母伊的教育程度有偌悬，人类拢是有限制。所以咱来到上帝的面前，将咱的限制恳求天父上帝，伊引出咱、怜悯咱、造就咱。
互咱的囡仔比咱更较优秀，互咱的囡仔踏伫咱的肩胛头，看见上帝伊甲因定着将来的人生。兄弟姊妹，每一摆咱进入礼拜堂，做礼拜的事，咱应该甲主祷告，主求你的话真做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你的话带来奥妙，主你的话带来智慧，求天父上帝听咱的祈祷。第三个祈祷，所有的智慧拢对圣心的帮助。咱读圣经读了，会了解未了解？最重要的秘诀是什么？咱的智慧最重要的秘诀就是圣心的同在。因为圣经讲，这个圣心踮伫你的心内，伊就将上帝奥妙的事讲互你知。若毋是上帝的神，就无人会通明白上帝的奥妙。兄弟姊妹，第三个祈祷，伫今仔日礼拜，咱甲上帝圣心讨，照着今仔日《使徒行传》第2章，或者约翰书第2章28节，伊讲末这个世代圣心要灌压，充满伫人的中间，充满伫既然有属血气的人。意思就是平凡属血气的人，要因为圣神的同在，就看见异象做异梦。阿门。咱甲上帝祷告，主毋是干那互我，嘛求你互阮的囡仔，互阮的囡仔看见这个世代的愿望。少年人毋通干那追求流行，因为流行是世俗人所创造出来的物件。少年人用敬虔的心注目看上帝，因为咱的上帝阳光比这个世代的流行更加重要。愿天父上帝听咱的祈祷，伫今仔日的礼拜对咱讲话，伫咱安静的祈祷中间，圣神进入咱的心内。第一，美梦成真。咱的教会就是一个见证。咱的教会捌真丧乡，咱的教会捌真孤单，咱的教会甚至捌互咱的厝边看袂起，咱的教会互厝边讲毋通去信基督教，因为信基督教无一个有好下场。这是30-40年前德堂教会伫社区人的目睭中所看见的。但是兄弟姊妹，这个上帝将伊的恩惠，将伊的荣耀放伫咱的中间。我要鼓励兄弟姊妹，徛伫上帝的身边，互上帝的阳光做你的阳光。徛伫上帝的面前，抬头看你的上帝。你若抬头看你的上帝，你就看到阳光。你若自行向上帝，你就无看到迄个乌影，你就无看到迄个绝望。你捌听过一种的讲法？当你若向光的时，你的影子拢是伫后壁，对不对？但是你若背向光源，你若额头互光伫你脚趾边后壁，你所看到拢是啥物？拢是乌影。你走愈近，影愈长。意思就是，咱若背向上帝，咱的人生中间充满愈侪的消极、惊吓、甲绝望。兄弟姊妹，做梦，这是今仔日的第一个祈祷。愿天父上帝唤起咱，你们的将来如何？如果咱还未开始想，较早想呢，愈细汉想。你愈早得到上帝的恩宠，我的将来会如何？兄弟姊妹，你渴望你的将来是稳定满满吗？还是只不过是土开忧愁？人一生是70，其中所充满的，不过是劳苦忧愁吗？不是，应该是耶和华是好。伊的慈爱永远伫地，伊的信息到万世代，对不对？诗篇100篇第6节，
愿天要上帝听咱的祈祷，咱的将来要充满 amazing。有一条诗歌叫做 Amazing Grace， 有无？奇异恩典。兄弟姊妹，咱互相祝福。愿天父上帝将奇异恩典放在咱的生命中间。阿们嘛。宣告讲，主啊，对今仔日开始，到我的代代无尽我的囡仔，阮的家族要因为信靠上帝，阮要行伫奇异恩典的道路顶悬。毋是因为阮的坎坷，是因为上帝你安尼应允。30年来，咱的教会，逐年拢咧看上帝奇妙的作为。兄弟姊妹，你毋望这间教会的将来是比即摆更加阳光吗？你毋望这间教会是不断有新的意象，有新的计划，有新的挑战，有新的十字架吗？咱中间有的人无参与到教育馆的建设。咱来就看到这样水的教育馆，兄弟姊妹，这毋是自然而然伫迄个所在，受一定做伙努力、做伙奉献、做伙去做的中级兄弟姊妹。今仔日咱有一个副堂，今仔日咱一个经历过一礼拜堂，这拢无算作什么，因为咱的责任。将来比即摆更加大。愿天父上帝祝福这间教会，这间教会毋免烦恼有优秀的牧师、尽忠的牧师有啊无？这间教会上烦恼的就是敢有敬虔邀请上帝来伫教会内底来掌管。一个基督徒最重要的就是对天父上帝讲，一个基督徒最重要的祈祷，就对天父上帝讲：阿爸天父，求你进入我的生命中，听好，邀请这个丰盛的上帝，在你的人生中间，互你的生命成做上帝的礼物。上帝将百般的恩赐、各种的好，放伫咱的教会，互每一个愿意为着上帝做梦的人。其实这个梦毋是干那伫阿嬷，这个梦即嘛嘛伫终身。终身你毋是足够的人，是因为阿嬷将上帝所予伊的特质嘛互你。兄弟姊妹，毋是干那伊尔，咱遮在座每一个人，咱的手中拢有一支锁匙。你会记得咱教会过去捌送恁一支胸章是锁匙，恁会记无？迄句圣经讲什么？上帝互咱权柄，咱所开的门无人会通关，咱所关的门无人会通开。兄弟姊妹，这个锁匙爱甲摕倒来用，毋通甲放伫你的拖。这个锁匙毋是干那是个胸章，这个锁匙是看袂到的，就是基督。耶稣基督就是这个锁匙，哥罗西第2章第1节第2节。耶稣就是这个奥妙的锁匙，伊所开的门无人能关，伊所关的门无人能开。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互咱的人生就是经历通过基督。求天父上帝开咱的目睭，每一摆祈祷，每一摆读圣经，每一摆做礼拜，拢是仰望上帝开咱的目睭，互咱看见怜悯，互咱看见稳定，互咱看见上帝的关联。也即你看到这个荣耀的上帝啊嘛？我咱就今仔这个礼拜，咱甲主祷，求你显现，求你显现，互我看见你的阳光。咱的教会会当买这2只条大只的投影机，互恁所看到的经文愈清楚。但是兄弟姊妹，咱心中的投影机敢有插电？咱的心中的投影机敢有反映出来上帝的话，伫你的灵魂的目睭的面前？求主开咱的目睭，
第二，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所予咱的功课，咱爱知影，人生的智慧是对上帝所赏赐。我真爱代表这句话。伊讲，我咧想这个世间人的一切人生的事，我想来想去，我袂通明白。伫到有一日，我进入上帝你的圣所，当我思考伫上帝你的圣殿思考因的结局的时，我忽然才明白，因所做的梦无算做什么，因所做的梦伫上帝的面前看，是一个影若定。咱咧讲少年人爱有异象，少年人爱有异梦，但是咱的梦敢是上帝托付咱的梦？或者有一日咱的梦是一场的空，伫上帝的面前，咱忽然才发现讲，原来这个梦拢是虚假，醒起来了，什么拢无。原来伫主的面前，咱做礼拜，咱读圣经，咱默想。求上帝圣神对你讲话，代表是一个真有深度的灵魂丰富的人。但伫咱心无，伊讲我思想，兄弟姊妹，爱做一个有思想的人。有一本册叫做《我思故我在》，咱多数人拢毋捌读过，但是咱拢知影这本册名。我的思想就是我存在的表达。我的心安怎想，我就安怎讲；我的心安怎想，我就安怎做；我的心安怎想，我就成做什么种的人。我的心若清气，我的行为就清气。有一日我看到一个咱的族群，迄个族群的头家娘足受气。一个警告讲：“老王，限你在今天晚上12点之前将那个色情的影片拿掉，不然对不起。”因为有的人伊无感觉，迄个是怎样，但是有的人伊的主张确实无同款。兄弟姊妹，愿圣神进入咱的心，就亲像咱进入上帝礼拜堂。诗篇73篇17节，伊讲：等我进入神的圣所，思想主啊，我的人生，兄弟姊妹，你捌为着你的人生安尼祈祷吗？主啊，我的人生会怎样？到底我是生活伫一个骨溜的所在，或者我生活伫一个流沙沼泽地，是一个无法度起坐坚固的所在？主求你帮助我，因为世间人常常因为梦啊啦，伫上帝面前所看是空虚的。愿主听咱的祈祷，大大祝福，互咱的囡仔所做的是真正的美梦，互咱的人生是美梦成真。求天父上帝听咱的祈祷。咱虽然是平凡的人，但是咱会当甲主祷讲：主若是上好的人生，我无爱。这毋是贪心，这是向上帝讲，迄个完全的若来，迄个完全的若来，这个无完全的就离开。若毋是上好的人生，意思就是我只有爱荣耀的上帝，我只有爱我的主耶稣。求天父上帝回应咱的祈祷，开咱的目睭，互咱的肉体的目睭、灵魂的目睭，拢得到拍开。咱看见噩梦，咱看见异象，咱看见异梦。有一条真水的歌，伫新的圣诗630首，咱的教会捌唱过。这个歌词中间有真水的歌词。第一节讲，伫花蕊的内面有一蕊真水的花，伫一粒种子的内面有一丛将来会大做大樟树的种子，伫一粒这个毛毛虫的根的内面，伊隐藏一份水的生命，
将来要变做毛毛虫，要变做蝴蝶。伊讲，迄个也未启示，迄个也未启示的代志，有一日你就要明白，因为迄个代志是独上帝知。下面这段这是副歌，伊讲迄个也未启示的代志，直到时间来到 ，something God alone can see， 是只有独上帝知影的代志。兄弟姊妹，意象异梦，拢是上帝所想事。我那日今仔日咱甲上帝讨讲，主虽然今仔日我看袂到，但是我要听候。主虽然今仔日我毋知，但是求你讲互我知，求天父上帝将伊稳重的奥妙对咱来显明，赏赐咱新的目睭，赏赐咱新的价值，咱反省过去咱所主张的，咱反省过去咱所强调的，咱反省咱过去咱所认捌的，咱问咱家己讲，我的梦是一个影，或者我的梦是上帝将来要成就的事。求天父上帝成就，因为咱一生所看重的马太福音第6章21节，伊讲你的财宝伫什么所在，你的心就伫什么所在。伊的意思就是，你心中看做宝贝，你的心就伫遐。愿天父上帝将咱的心吸引。耶稣讲，毋免求要食什么、穿什么、用什么，因为迄是外邦人所讨的。独恁着先求上帝的国，甲上帝的义。基督徒每日三思是什么？阿們。詩篇第1篇，每日三思就是耶和華的話。當咱常常想耶和華的話，咱的心要有智慧，因為聖神就伫遐做工。最後，願咱伫主的面前，咱做祈禱講：主啊，求你幫助我。聖神，請你來，親愛的聖神，請你來，進入我的內心。聖神伫什麼所在，什麼所在就得智慧；聖神伫什麼所在，什麼所在就得自由；聖神伫什麼所在，什麼所在就看見願望、異象甲異夢。用這段聖經常常為你的囡仔祈禱，兄弟姊妹，用今仔日這段金句，用今仔這段金句為你的囡仔做祝福的祈禱。主啊，求你的聖神灌壓伫我的囡仔，互伊有異象，互伊有異夢。毋是講少年人無做夢，毋是講老人無異象。其實是咧講起，無論是少年人，無論是年長的長輩，咱攏要領受上帝伊的啟示。異象就是對聖神來的啟示，要互人明白將來的事，要互人明白上帝的計劃。異象甲異夢最重要是要互人明白上帝佇將來所要成就美妙的事。願咱聽見異象，願咱看見異象，願咱做異夢，求主將恩咱顯現，求主將異象甲異夢賞賜互咱的教會。兄弟姊妹，咱做敬虔的教會，咱做敬虔的基督徒，咱做一個互上帝佇咱人生中間實行伊的計劃。感謝上帝，我相信德當人今仔日用新的看法來看咱的教會，是毋是？我相信德當人即擺已經用新的看法來看上帝的教會。願主的榮光直到永遠無盡。阿們。咱做伙來祈禱。
亲爱的圣神，阮恳求你降临伫阮的中间。亲爱的圣神，我们恳求你进入阮的囡仔，保守因，阮一生圣洁敬虔，无任何黑暗的关系来伤害因。专恳求你，互阮在座兄弟姊妹，愿伫上帝你圣神的怜悯甲帮助，阮成做一个有异象的教会。阮要同齐见证上帝你丰盛的恩惠，互人看见上帝你的荣光。主，感谢你赏赐阮的教会年年换新，常常进步。愿恳求上帝你加添你家己丰盛的荣耀伫阮的中间，互人知你是阮的上帝。我咱的恳求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